11個美國科學家離奇死亡同失蹤，單睇標題已經夠晒耐人尋味啦。The White House calling for answers after 11 American scientists with ties to nuclear and space research have been either reported missing or confirmed dead in a series of incidents some are calling mysterious. So I'm pleased to report today, I thought I'd save it for this crowd, because you're a little bit out there, a little bit, that this process is well underway and we found many very interesting documents, I must say, to publish files related to aliens and extraterrestrial life, as well as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ons and UFOs. 當全世界金睛火眼及實美伊戰爭嘅時候，美國爆出咗另一單充滿住電影元素嘅科學家連環死亡事件。喺過去幾年，11名涉及核聚變同埋 UFO 機密研究嘅頂尖科學家接連離奇死亡或者係失蹤。白宮同 FBI 已經高調介入。咁點解呢啲橫跨幾年嘅個案會喺上個星期突然被白宮同埋支持特朗普嘅媒體打包成一個驚天陰謀嘅故事呢？今日我就帶大家拆解呢份死亡名單，同時我哋要一齊思考一下呢件事到底係科學界嘅大事啊，定係一場精心編排嘅政治議題呢？美國喺近幾年發生連串離奇事件，11名同美國最尖端研究機構有關嘅頂尖科學家同埋技術人員接連失蹤或者係死亡。佢哋唔係普通嘅研究員，有核聚變專家、航天太空材料發明人，有啲仲同 UFO 相關機密研究有關。呢啲人掌握住改變戰爭規則同埋能源格局嘅技術，喺近一年一個接一個咁人間蒸發，甚至係突然喺屋企附近中槍身亡。呢件事已經驚動到白宮同埋 FBI， 特朗普更加親自開會話情況相當嚴重，佢希望只係巧合，但係要徹查到底。呢11宗案件大部分發生喺2023年到2026年，當事人涉及軍方、核能、航空同埋 UFO 等相關機密研究項目，佢哋可以進入高度機密科學信息。研究範圍涉及改變遊戲規則嘅技術，包括有淘汰化石能源研究嘅核聚變、改變火箭性能嘅航空材料、反重力推進系統、UFO 不明飛行物體嘅研究等等。首先整理呢批科學家死亡名單嘅係右翼嘅霍士新聞，跟住另一個右翼媒體 New York Post 亦都大篇幅咁跟進報導。以下係11名科學家同埋高級技術人員嘅名單。34歲嘅艾美從事反重力推進研究，佢喺2022年6月11號喺阿拉巴馬州頭部中槍死亡，官方定性為自殺，但係佢生前多次公開話自己係受威脅同埋騷擾。米高喺美國太空總署研究行星，喺2023年7月死亡。法蘭同樣喺太空總署做資深工程師，喺2024年7月死亡。60歲嘅 Monica 太空總署材料科學家，2025年6月22號加州山區散步時候失蹤，到而家仲未揾得返。78歲嘅安東尼，美國國家實驗室退休員工，負責核研究，2025年5月喺新墨西哥州散步嘅時候失蹤。53歲嘅 Melissa， 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行政人員，2025年6月離家後失蹤，遺留嘅手機被恢復出廠設定。47歲嘅史提芬，國家安全園區政府核武配件承包商，2025年8月離家散步之後失蹤。MIT 核聚變中心主任洛路，2025年12月波士頓屋企門口被槍殺，兇手隨後自殺。67歲嘅卡爾，加州理工天體物理學家，負責太空總署系外行星嘅項目，2026年2月16號加州屋企中槍死亡。癌症療法藥物研究員 Jason，2026年3月佢嘅遺體喺麻省湖中心被發現。68歲嘅 William， 退役空軍少將 UFO 項目把關人，2026年2月27號喺新墨西哥州散步嘅時候失蹤，當時佢只係帶一支手槍，屋企裏面留低咗手機同埋眼鏡。呢啲死者或者係失蹤人士有個共通點，就係全部都係美國最尖端、最高機密嘅領域。核聚變可以終結化石能源，反重力推進可以俾飛機同埋火箭唔使燃料嘅情況之下飛得更高更快。航空合金可以改變火箭嘅性能， UFO 逆向工程更加係國家安全嘅禁區。佢哋唔單止做研究，
更有機會接觸到改變全球遊戲規則嘅突破技術。其中離奇死亡嘅科學家艾美生前就公開講過，佢話佢發現咗反重力之後，生活就會亂晒，有人開始暗中破壞。佢仲話，如果公開講嘅話，會俾人斬頭；如果私下做，就會俾人埋咗去。There's the Lathwaite gyroscopes. So Eric Lathwaite was widely known as the father of maglev. His hypothesis was that these rotating spinning discs could create a force that's orthogonal to both the spin and direction. So if you look at this thing here, it's spinning on this axis, and then it spins on this axis as well, and then the force is in, I guess, this direction. So he had these big gyroscopes that he would hold up over his head, and they were really heavy, and he would hold it really effortlessly looking. And he did a lot of kind of interesting public displays of his, swinging his heavy gyroscopes around his head and that kind of thing. And so he made kind of a splash with that, but it may be accounted for through centripetal forces and Newton's second law explaining the effect. So it's kind of a cool and maybe a useful effect, but it's not necessarily true, like anti-gravity or gravity modification. 坊間對呢啲案件嘅猜測同埋陰謀論已經係滿天飛啦。有人話係自殺，又或者係普通兇殺，但係更多人係指向俾人滅口，因為時間重疊、模式相似，加上全部人都係踩中咗敏感嘅政治領域。陰謀論直指以下嘅三大方向。第一係美國內部清洗，深層政府或者係軍工複合體怕科學家泄漏咗 UFO 又或者係黑科技真相，所以要滅口。第二，外國勢力嘅獵殺，中共或者俄羅斯間諜清除美國關鍵人才，偷取核聚變、反重力呢啲尖端技術。第三係 UFO 或者外星勢力嘅干預，呢個係最富科幻小說色彩嘅講法。話呢啲科學家掌握咗非人類智能嘅證據，所以被帶走或者係滅口。Based on what you've been briefed, what do you think is happening here, and do you think that this is connected or totally random? Well, I hope it's random, but we're going to know in the next week and a half. I just left a meeting on that subject. Hopefully, I don't know, coincidence,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but some of them were very important people, and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over the next second. 呢啲猜測嘅背後涉及到美國國內同埋大國之間極其複雜嘅角力。美國國內包括軍方、情報機構、軍工企業之間利益不同，有派係想加速 UFO 嘅披露，以達至增加國防預算；有派係想繼續保密，怕引起社會動盪。FBI 同埋能源部國家核安全管理局已經表態徹查，有負責核技術嘅前官員公開話，好可能會揾到一啲好瘋狂猛料。共和黨議員呼籲 FBI 介入，保守派媒體大力炒作，要變成新嘅政治議題。另外，中國同俄羅斯被多次點名，美國媒體同部分智庫暗示呢啲科學家掌握嘅技術，正正係中美科技戰嘅最前沿。中國官媒形容事件係美國內部失序，精英都唔安全嘅。但係美國政府至今未有公開指責任何國家。大家睇到呢啲事件係咪覺得好離奇呢？但係其實戰後都發生過唔少次嘅。最矚目嘅係喺1982年到1990年期間，英國國防承包商旗下有25名涉及美國列根總統嘅星戰計劃科學家同埋工程師，佢哋接連死亡。官方當時向外公佈原因，話大多數被判定為自殺或者係意外。仲有2001年911事件之後，美國發生郵寄炭疽菌嘅生物恐怖襲擊。緊接住喺短短幾個月之內，全球有超過10名頂尖嘅微生學家遭遇不幸。好啦，到總結嘅時間啦。科學家集體離奇死亡已經唔係第一次㗎啦。今次的確係有啲唔尋常嘅地方。但如果真係涉及政治暗殺，相信我哋呢代人係冇法子證實到嘅。但我哋同時要問，點解右翼嗰啲媒體選擇喺呢個時候整理好嗰啲11宗命案，同一時間披露出嚟呢？而白宮又第一時間回應。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特朗普每次遇到麻煩嘅時候，都會挑起新嘅話題嘅。喺幾個月之前，當 Epstein File 事件俾國會議員質詢得最厲害嘅時候，美軍突然之間襲擊委內瑞拉，
竹蘭馬杜羅。喺同一時間，佢又話要公布 UFO 絕密文件，咁但係到而家都仲未有下文㗎。嗱，政治公關裏面一個術語叫做 spinning， 中文可以譯作為重設公眾議題，咁即係發放一啲具爆炸性嘅消息，用嚟稀釋又或者去轉移公眾視線。嗱，今次科學家嘅死亡名單正正喺特朗普民望新低，同埋喺伊朗戰爭裏面無法甩身嘅時候拋出嚟嘅，咁樣就可以解釋，除咗一啲右翼媒體，其他大部分主流媒體都冇炒作今次事件。好啦，呢集講到呢度，下次再見。